家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2026，請各位起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主禮嘉賓、學院董事局及功能委員會成員以及學院管理層進場。今日嘅主禮嘉賓有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SBS、BBS、JP，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主席戴麟先生，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蔡敏儀女士，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林達豪博士，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會主席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成員胡錦添教授，董事局成員尹淑芬校長，董事局成員陳慶珠女士，董事局成員嚴康卓大律師，董事局成員劉樂欣女士。仲有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成員張一鳴先生、何淑賢校長、何迪新校長、殷孝善女士，研究委員會成員魏志堅博士。最後係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助理院長黃忠波先生、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助理院長鄧景康先生、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人才培育部總監周世豪先生、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部總監鄧元慧女士。各位嘉賓、校長、老師、家長同埋同學，歡迎大家嚟臨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2026。我哋係今日大會嘅司儀，我係蔡詠如 Wing Yu， 係學院中五嘅學員。我係陳成睿 Alphas， 亦都係學院嘅中五學員。我係潘嘉慧 Kelly， 係學院嘅中三學員。我係梁文樂 Cyrus， 係學院嘅中四學員。我哋好榮幸能夠擔任今日嘅大會司儀。嚟緊嘅時間，我哋會同各位一齊見證資優學員喺過去1年所付出嘅努力以及取得嘅成果。再次多謝各位今日嚟臨典禮，有你哋嘅支持，對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以至全體學員嚟講係一份極大嘅鼓勵。我哋謹此向一直支持學院以及資優學員成長嘅各界人士，以致衷心嘅感謝。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係資優教育1年1度嘅盛事。今年我哋以資優啟航，成就卓越 Transforming Giftedness to Achievement 為主題，短短數字寄語深長，象徵我哋每位資優學員由潛能發展邁向卓越成就嘅旅途。喺學員、喺導師同埋家長悉心嘅培育之下，天賦得以充分發揮，勇敢踏上追求知識嘅路途。與此同時，學院亦都藉今日嘅典禮同埋會場外嘅展覽區域，向新學員同埋家長介紹學院嘅學習歷程，並展示一眾傑出學員喺唔同範疇嘅出色表現，令到各位更加深入咁樣了解呢段學習旅程嘅意義同埋方向。今日嘅典禮同時為即將畢業嘅學員送上祝福，以及頒發領袖才能培訓課程金獎、香港資優師徒計劃證書、傑出學員獎、傑出校友獎等等，環節相當精彩。事不宜遲，我哋首先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主席戴麟先生向大家致歡迎辭。我哋有請戴主席。大家好，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SBS、BBS、JP，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蔡敏儀女士，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林達豪博士，各位來賓、各位學員、畢業生、家長、校長，大家好。今日係我出席香港資優學院校董局主席以嚟第一次參加學院嘅年度嘅頒獎典禮。我首先要代表董事局歡迎每一位到場嘅嘉賓。唔該，掌聲啊！唔該。因為下一句呢，我係要講掌聲嘅。頭先你哋嘅掌聲呢，就一定係送俾今日嘅主角。每一位今日嘅畢業同學，我其實想喺度借個機會呢，我想大家幫幫手，好唔好啊？
咁請大家同左右兩邊你嘅朋友握握手，恭喜佢哋，同埋叫佢哋加油。咁如果攞到獎嘅就恭喜啦，係咪？攞唔到獎就叫加油啦，一樣嘅啫。咁喺度咁多謝大家嘅卓越表現。咁今日都見到個主題，頭先有寫過資優啟航，成就卓越嘅旅程。如果冇咗你哋嘅話，今日我哋都唔會有今日嘅頒獎典禮。頭先咧，我好開心咧，呢一排咧就見證到教育局同埋課程發展委員會發布咗數字教育藍圖，入邊都提到資優教育同埋人才培訓嘅方向。過去一年咧，學院好積極咁配合國家同埋教育局推動創科同埋數字嘅大方向，不斷咁推出高質素嘅同埋多元化嘅學習體驗，等資優學員咧可以喺發揮佢哋嘅潛能，更上一層樓。見到越嚟越多嘅學員喺 STEM 啦、數字教育、創意藝術、領導才能、社會創新嘅範疇裏邊，都有好亮麗嘅成績。我哋真係非常欣慰，多謝咁多位。今日咧，學院會表揚超過100位嘅卓越嘅學員，包括咗獲得咗傑出畢業生獎同埋傑出學員獎嘅同學。咁佢哋嘅成就唔單止喺本地嘅比賽，仲去到國家同埋國際頂尖嘅競賽，好似國際嘅數學啦、物理啦、生物嘅奧林匹克，仲有全國嘅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等等。呢啲比賽難度係非常高，參賽者一定要有紮實嘅學術同埋要有創意，先至可以突圍而出。坦白講，如果你叫我去嘅話咧，我都係去包尾嘅啫，都係。咁大家嘅才華喺遍及數學、科學、工程、發明、航天、數據應用嘅範疇，充分展現咗香港資優學生嘅多樣性同埋獨特天賦。呢啲成績令到大家有振奮，亦都自豪。呢個創科嘅發展飛快嘅時代咧，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喺培育未來人才擔當好重要嘅角色。學院透過好有系統嘅數字教育課程同埋多樣化嘅活動，喺為同學開拓全人發展嘅空間。你哋個社會咧，唔單止係同學有創新同埋嘅知識同埋能力，仲要咧有彈性同埋韌性。喺呢個信息萬變嘅時候咧，你哋唔單止係需要有數字技能同埋學術嘅素養，仲要識打逆境波，同埋喺變局中開創新局嘅適應能力。喺頒獎典禮開始之前呢，我要好特別多謝教育局啦、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各位校長、老師同埋家長一直咁支持同埋信任，大家一齊攜手同行，希望我哋嘅資優學生可以追夢行得更遠更穩。未來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繼續會同大家緊密合作，為咗培育香港更多卓越、敢於創新、心聯社會嘅未來領袖。多謝咁多位。多謝大主席，請到座位就座。接住落嚟，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SBS BBS JP 致開幕詞。我哋有請陳醫生。首先，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董事局主席阿 Paul 戴麟先生，我哋教育局嘅首席秘書長蔡敏儀女士 Catherine， 同埋我哋嘅教育局嘅總課程發展主任林大豪博士 Linda。最緊要係
各位來賓、各位家長、各位校友、各位畢業生同埋各位學員，大家好。大家留意到點解我會慢慢去讀，去歡迎你哋呢？因為其實除咗我哋嘅主要嘅領導之外呢，其實我哋係最多謝我哋嘅家長，所以我係將家長排咗第一。因為冇家長嘅支持，我哋嘅學生係冇可能咁樣係冇嘢去擔心呢，去參加我哋資優教育學院嘅工作。首先呢，大家可唔可以俾啲掌聲我哋家長先？作為自己又一個家長呢，我都好高興見到自己嘅仔女盡咗嘅能力，發揮佢嘅潛能。等於大家見到今日嚟到今日去睇到你哋嘅仔女嘅成果。嗱，頭先主席講得好啱，無論今日你係恭喜或者係加油，其實有機會喺呢度呢，大家已經做得非常之好。再俾啲掌聲，大家好唔好啊？其實主席就第一次，今日就我嘅第二次。我可以話俾你聽，舊年嘅頒獎禮個感覺，我到今日呢係歷歷在目。當時個感覺呢係好開心，好似自己有份去栽培咗一班香港好好嘅學生，又跑咗出嚟。咁所以今天呢，我係比我阿婆，我更恨過你，我第二次。咁我點解話佢哋好呢？咁因為佢哋個個除咗係成績好之外呢，最緊要係有一個自信，同埋亦都好謙虛。頭先我喺外邊影完相嗰陣時候，見到幾位同學係做粵劇嘅，佢哋嗰種團結，佢哋嗰種嘅嗰個嘅對粵劇嘅喜愛，我係好欣賞。即係竟然我哋嘅年輕嘅朋友都有呢個咁嘅感覺。所以話我哋香港學生點會唔係全能呢？咁我可以話翻今年嘅頒獎禮嘅主題係資優啟航，成就卓越。咁其實呢個正正講出咗我哋資優教育嘅兩個關鍵嘅階段。嗱，資優啟航係咩意思呢？就係發現咗有天賦或者係一個好嘅旅程嘅開始。成就卓越係等於話經過好緊要嘅字啊，係持續嘅努力同埋磨練，到達人生一個新嘅里程碑。咁我今日好榮幸能夠以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嘅身份呢，連續2年係參加今日一個咁有意義嘅畢業典禮，都同大家講，我哋今日資優教育委員會亦都有幾位嘅同事都親臨到場咧，係恭喜大家，同大家打氣。不如幾位我哋嘅委員企起身同大家打聲招呼，可唔可以呢？我哋嘅資優教育 ACGE 嘅同事，你2位啊，呢都係，因為呢幾位都係多謝佢哋嘅支持。其實好似頭先主席所講咧，我哋過去1年呢，我哋教育環境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機遇。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裏面講到咧，係要全方位推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嘅教育樞紐，同埋咧係國際高端人才嘅聚集高地。頭先主席都提過，我哋教育局推出咗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亦都係咧係帶領我哋香港教育咧係睇住數字教育嘅發展。其實我哋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咧一直咧係好高度去關注我哋香港嘅資優教育同人才發展嘅整體嘅策略同埋方向，同埋我哋係持續審視緊實施嘅情況咧，我哋係評估個成效嘅。所以各位同學喺所有唔同比賽嘅成績係令到我哋好鼓舞，我哋更加係爭取多啲資源俾你哋未來嘅師妹師弟。咁大家都知道喺而家個科技急速變化嘅年代，我哋見到人工智能啦、AI 啦、社交媒體同埋大數據應用咧，其實已經深入咁樣去融入咗青少年嘅日常生活同埋你哋每日嘅工作裏邊。其實面對呢個全球嘅科技嘅競逐，我哋培養你哋嘅數字素養咧，已經係特區政府長遠人才策略裏邊咧不可缺嘅一環。
所以大家唔好睇輕你哋今日嘅學嘅嘢。其實成個香港嘅發展，我相信喺未來5年計劃裏邊咧，呢個再點講相當重要嘅地位。所以我哋覺得我哋資優教育咧係推動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平台。我哋好希望全面發揮到大家嘅專業嘅優勢，帶領同學去探索一啲未知，最緊要係創造多啲可能，將我哋政府教育嘅願景轉化為育才嘅成果，成就你哋卓越嘅未來。其實我哋特區政府係有一筆叫做資優教育基金，係去支持大家。其實嗰個喺2016年開始到今天呢，我哋撥咗22億嘅錢去做呢件事，即係説明特區政府對大家嘅期望，同埋知道咧人才培嘅重要性。我哋好希望各項資優教育嘅長遠發展，我哋可以咧發揮到我哋核心輸入嘅角色。其實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最緊要嘅説話，記住資優只係一個開始，佢係一個永不停止發掘自我嘅啟航之旅。所以今日絕對唔係大家嘅一個唔止一個階段，係一個好嘅開始。我喺呢度可以接受好多表揚未將來嘅傑出學員、畢業生同埋校友。其實你哋嘅足跡咧係遍合全香港、國際甚至係國際舞台嘅。我哋喺頭先我提過啦，有好多頂尖嘅比賽裏邊咧，你哋嘅成績咧係令到我哋係非常之自豪。你哋好多時候仲會主動去回應社會嘅難題，顯示出你哋嘅領導才華。你令到我哋咧成個香港咧有正面嘅改變，所以唔好睇輕你哋嘅成績。你哋嘅成就，照我所講，唔單止係個人嘅成功，亦都係資優教育一個深遠影響嘅有力見證。咁我最後喺呢度咧，就再次祝願各位畢業生乘風破浪，喺新嘅旅程上邊咧大放異彩。嗱，呢啲説話唔係區區幾個字，係由心而發嘅。亦都未來香港嘅發展係好靠你哋作為領航者。我自己亦都曾經做過學生，人哋同你講話青年係香港嘅未來，嗰陣時你唔會明嘅。去到我哋今天，我企返呢個位，我終於明白點解。所以大家希望記住今天我少少嘅分享，亦都希望所有獲獎嘅同學咧，真係唔好自滿，繼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同埋呢度繼續希望咧，祝願資優教育學院咧蓬勃發展，繼續為我哋咧培育多啲嘅優秀人才。多謝陳醫生，請陳醫生留步。亦都再次有請大主席到台上致送紀念品予我哋嘅主禮嘉賓。呢份咁精美嘅紀念品係一對 3D 打印嘅學院吉祥物芝芝同埋悠悠。設計圖係由中二學員何詠詩同學創作，寓意資優學員喺水晶球入邊懷抱夢想，並透過學院嘅培育逐步邁向實現。多謝兩位，請留步。接住落嚟，我哋有請以下嘉賓移玉步到台上，聯同陳醫生以及大主席一齊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2026主持啟動儀式。我哋有請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蔡敏儀女士，課程發展議會主席、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成員、人才培育委員會主席胡錦添教授。仲有董事局成員、財務及常務委員會主席陳清珠女士，董事局成員、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主席尹淑芬校長，董事局成員、研究委員會主席莊兆勇教授，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署理院長黃仲波先生。我哋而家邀請各位嘉賓將手放喺面前呢啲代表閃耀學園嘅星星上面，請大家亦都面向攝影師一齊影張大合照。好啦，我哋而家一齊倒數，見證今日典禮嘅正式開始。準備，3、2、1。
資優啟航，成就卓越。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2026現在正式開始，亦請各位嘉賓繼續留步。而家我哋會邀請更加多嘉賓一齊上台，加入呢張大合照。我哋有請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林達豪博士，以及學院董事局同功能委員會嘅一眾成員，包括何迪新校長、張日明先生、嚴康卓大律師、劉樂欣女士、魏子堅博士、何淑賢校長、殷孝嬋女士。我哋亦非常高興邀請到教育諮詢委員會成員黃信傑先生、江永南醫生，以及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會成員李依瓊女士、湯浩勳先生，資優教育衛星中心代表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黃錦輝中小學處理高級副校長、中學部總監鄧少南先生，拔萃女書院副校長張敏麗女士。最後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管理層處理院長鄧景康先生、人才培育部總監周世浩先生、學校及學生服務部總監鄧元慧女士。請各位嘉賓移玉步到台上，一齊拍攝大合照。喺今日典禮正式開始頒獎之前，不如我哋先一齊回顧下學員喺過去呢一年參與嘅各項精彩課程，感受下佢哋嘅成長同埋熱誠。呢一段短片嘅旁白係特別由今屆兩位畢業學員林卓瑩同埋吳國瑜聲演，請各位細心欣賞。資優啟航，成就卓越，正好形容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一路陪伴每一位學員走過充實而又精彩嘅學習旅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使命係致力為資優學員創造一段既有深度而又廣闊嘅學習歷程。透過多元化嘅學習機會，令學員喺知識、創意、思維同品格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開拓更廣闊嘅視野。喺呢一段旅程入邊，沿途嘅風景嚟自一段段唔同嘅學習體驗。每一位學員唔單止係探索者，更加係創造者，一步步發掘自身所長，建立自信。每一步嘅探索唔單止綻放資優天賦，更喺挑戰之中鍛鍊勇氣同心智，為迎接未來做好準備，邁向更遼闊嘅遠景。因此，我哋唔單止希望學員學到知識，更加希望激發佢哋嘅好奇心，點燃對學習嘅熱情，同時提升人文素養，培養明辨是非以及分析能力。由學術到身心發展，我哋都希望俾學員有機會探索自己，發掘潛能，實現成就，真正實踐全人發展嘅目標。與此同時，喺呢一條路上面，仲有好多默默付出嘅身影，導師嘅悉心指導，以至到家長嘅理解同陪伴，令每一份潛藏嘅獨特光芒，經過磨礪同挑戰之後，最終綻放出耀眼光彩。呢段旅程唔係終點，而係學員人生新嘅起點，引領佢哋成為有見識嘅領航者，更加成為有擔當、有溫度嘅領袖，並且將各自獨特嘅光芒化為改變世界嘅動力。資優啟航，成就卓越，前面嘅天空正等待年輕一代展翅高飛。頭先嘅影片真係好精彩啊！相信大家都睇得好投入，每一個鏡頭都記錄住學員喺學習路上嘅足跡同埋精彩時刻。學院一直同各大高等院校合作，致力為學員提供多元而進階嘅學習機會，拓展所長，發揮潛能。今日嘅頒獎禮可以順利舉行，我哋十分多謝香港理工大學嘅全力支持。接下來，我哋邀請到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嘅鍾世豪教授以及新自然教授為我哋帶嚟分享。先請鍾教授。首先我代表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香港理工大學歡迎咁多位嚟到我哋賽馬會綜合大樓。嗱咁首先頭先睇完兩位主持咁，然之後咁熱烈咁去介紹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大家OK，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日可以出席嘅喺呢度頒獎領獎嘅同學都應該好厲害。嗱，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首先就多謝資優教育學院咁多位朋友同事，咁然之後就俾個機會我哋去支持，咁然之後就協辦今日呢個咁有意思嘅會議。嗱，咁係啦，咁我想趁呢個機會咧，咁就簡單咁介紹一下我哋部門。咁其實我哋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啦。咁然之後喺1960年開始成立，咁其實到今日都已經有60多年。咁其實我哋舊年咁就啱啱舉行咗我哋學系65週年嘅一個紀念。咁然之後其實喺咁多年入邊啦，咁其實我哋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咁然之後就為香港社會啦，為祖國啦，咁然之後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貢獻。咁而近期大家可能最會記得嘅就係呢位同事啦。咁然之後就係佢係我哋容教授，咁佢就為祖國咁然之後嘅航空事業，咁然之後就做咗個採樣嗰個機械臂啦，咁然之後就而家就係喺太空，咁然之後就火星任務，咁然之後就做咗鏡頭啦。咁然之後容教授亦都做咗好多，例如我哋嘅叫做呢個叫surgical robot 啦，咁然之後就係做手術嗰啲機械人啦。咁跟住另外同埋大家又可能有啲同學啦，大家而家都係年青人啦，咁然之後就發學緊啦，咁然之後都可能會受到好多唔同近視啲咁嘅問題困擾啦。咁然之後大家又可能知道，其實大家戴緊嗰副眼鏡可能係一啲矯視眼鏡。咁其實矯視眼鏡呢個科技，咁其實都係我哋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咁然之後嘅一位教授，咁就阿張教授，咁然之後就去用我哋叫做超精密加工嘅科技啦，咁然之後就製造出嚟。咁其實除此之外，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項目啦，就對香港嘅業界啦，例如航空業啦，咁然之後咁譬如去一啲飛機維修，咁又視乎啲航空公司點樣佢哋去計嗰啲燃油消耗啊。咁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研究項目，咁然之後就係去點樣去貢獻社會、貢獻國家。嗱，咁其實我想趁呢個機會好簡單介紹一下啦。咁然之後其實在座同學咁將來都會入大學，咁然之後入大學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部門係一個乜嘢嘅學系咧？咁其實我哋部門有2個學科，咁然之後其中一個學科就係同產品設計同埋智能製造有關。咁其實係講啲乜嘢咧？咁其實就講緊咁，如果同學係對產品想開發啲新嘅產品啦，咁然之後咁係需要具備啲乜嘢條件啦？咁然之後呢個會係一個學科，咁然之後咁可以俾同學去考慮。另一個就係智能生產、智能供應鏈，咁同埋工程管理。咁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嘅物流，咁然後供應鏈嘅行業，咁其實係其中一個經濟支柱。咁所以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嘅時候，咁其實都可以嚟了解多啲。咁嗱，咁跟住我想趁呢個機會，咁然之後將剩翻落嚟嘅時間就交俾孫教授。咁然之後有請孫教授。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大家好啊！各位來賓好。我係 Professor Anderson， 係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嘅實務教授。咩叫實務教授咧？就係其實我咧就由一個學校跳咗去職場，去職場咧依家又翻嚟學校。咁所以咧今日我講個 topic 咧，一陣間有第一頁會有個 cover page， 就會講翻呢啲咁嘅來龍去脈。咁咧就今日亦都係啦。原先我睇完嗰個同事尾嗰個 topic 之後，
我準備咗30個 slide，30個。不過咧，跟住佢話俾我聽，個時間得咁多，所以今日我濃縮翻3個。OK 所以大家放心啊。嗱，今日咧我就有一個 topic 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就叫當前嘅產業咧趨勢嘅見解。咁個見解即係有啲 insight 啦，產業就係話出嚟做嘢個職場，咁所以我覺得幾好噃。同事都好好俾個咁樣嘅 topic 我去講。咁睇下點樣可以好似我以前一樣啦，由讀書由學校跳出嚟去做職場，職場再翻嚟學校咁樣。咁我講翻我少少先啦。我最初我讀完之後，我第一個 degree 係 computer science。讀完電腦之後咧，當時咧唔係香港係美國。完咗之後咧，我就去做一個 program， 當年30幾年前嘅機械人。咁當年冇 AI 冇 WiFi 冇 Internet， 但係都好辛苦但係當然啦，我由當時嘅一個系統工程同今時今我哋嘅系統工程算係兩個世界。咁我亦都希望可以多啲嘅分享俾大家。所以喺到第一個 slide 咧，我先講一講就係一個職場。喺職場嘅方面咧，就係我哋成日依家講 AI， 因為無論我過去嘅啲企業又好，或者我之前我做 consulting 嘅，做 principal consultant， 做 consulting 嗰陣，亦都接觸到好多嘅大型嘅企業。咁我哋依家都講咗好多 AI 嘅嘢，亦都會講到就係話 AI 會取代咗人類。亦都佢哋都有好多嘅所謂裁員潮。咁亦都有好多同事咧，亦都擔心 AI 會取代佢哋。當然亦都有啲工種已經被 AI 淘汰咗，但亦都有啲工種會因為 AI 而產生出嚟嘅。OK， AI 係咪取代人呢？當然唔係啦。喺我嘅 insight 方面，可以 share 俾大家就係，你係一個懂 AI 嘅人，就係取代一啲唔識 AI 嘅人啦。咁所以多與少都好，我哋都要參與下 AI 呢個歷程嗰方面。咁 AI 當然啦，依家重塑咗好多嘅工業，好多嘅行業啦，金融、醫療、教育、製造、物流同埋甚至係服務業。喺香港嚟講，我哋唔係好多嘅產品製造，但係我哋有好多嘅服務業。咁而家好多服務業都邁向 AI 嘅年代。同埋第二樣嘢，越嚟越多自動化啦。亦都因為自動化而令到好多我哋以前過去嘅工種亦都冇咗啦。自動化取代咗有幾種嘅工種嘅。尤其是有啲工種咧係好多一啲厭惡性嘅工種 ，repetitive 嘅，即係重複性嘅工種，或者一啲危險性嘅工種，依家都俾好多機械人機械被取代咗啦。咁但係相反嚟講咧，我哋可以有嘅咧，我哋就係一個 human works wonder。人始終都係好多嘢，就係話我哋會同一個 AI 協作。咁到最後，其實呢個 slide 我最快講咧就係，未來嘅世界好多工作嘅轉型轉型就係話好多重複性嘅工作、危險性嘅工作或者厭惡性嘅工作，人做嗰個比例係越嚟越少啦，而由好多嘅機械人或者一啲機械臂啲 robotic 嘅 automation 取代咗。跟住下邊咧就係話 AI 究竟到最後你要俾自己嗰個領域就係 AI 究竟係你嘅對手會取代你抑或只係你個對手，即係你雙手。咁我哋仲有我哋嘅腦，我哋好多嘅一啲思維嘅嘢，咁呢啲係 AI 取代唔到嘅。OK， 第二個 slide 嗱，呢個咧就係講緊呢個行業嘅趨勢。第二個咧就係點去準備自己同埋準備嘅未來。喺呢一度嚟講咧，就係我會介紹一個 term 俾大家，就係一個叫 cafe。sorry， 我 miss 咗一個好大嘅 statement 喺頭先個 slide， 我係叫 AI， 但係我哋如果加埋能夠同 AI 協作嘅話，人類同 AI 協作嘅話，我哋就叫做 HI 啦。第二個咧，我想介紹一個 term 俾大家叫 CAFE， 大家都好中意飲嘅咖啡。我哋點去準備自己？就係當然要準備自己有實力先啦。所以我有自己個 capability， 有一個必備嘅技能。第二樣嘢就係出到嚟工作去準備未來嘅話咧，咁世界好多嘢改變嘅。咁我哋都要識點去 adapt 去適應自己，有好強嘅適應能力。第三樣嘢就叫 flexibility， 我有一個好嘅彈性。好多唔同嘅環境嘅情況，我哋識點去有個韌性我哋個先亦都主席都講過呢個 term， 有個彈性韌性係持續去學習，到最後我哋能夠有呢一個，到我哋離開呢一個學校加入呢個職場嗰陣，就有呢個職場嘅實戰能力啦。咁而呢個 statement 咧，呢一個 slide 我想帶俾一個大家一個 closing statement， 就係由以前
我哋嘅年代就係話你已經 ready 未，或者 already 未。到今時今日，所有嘢你學到呢一個之後咧，就要 already。very good。呢兩個課程其實頭先Professor 鐘亦都介紹咗，咁我亦都喺呢度做少少 commercial 咁大家有興趣嘅話 ，click 下呢個 slide，click 下個 QR code。OK， 我哋喺出邊都有個 booth 可以大家攞啲章程。到最後，我今日個 presentation 就至完結啦。Thank you 大家，多謝。多謝新教授嘅分享，請留步。現在請鐘教授再次返到嚟台上邊，同時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署理院長黃忠波先生上台，致送紀念品俾兩位，有請幾位。相信大家都已經期待已久，我哋即將進入頒發證書同埋各個獎項嘅環節。首先，我哋會頒發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年度畢業證書。學院為合資格嘅10至18歲資優學生提供校外資優教育課程。當學員完成咗中學階段之後，就會成為學院嘅畢業生。今日我哋有超過100位畢業生親臨現場，參與呢個屬於佢哋嘅重要時刻。呢張證書唔單止代表學員已經完成咗大大小小嘅課程，更加象徵住佢哋喺學術旅途上達成咗一個重要嘅里程碑。首先，我哋邀請頒獎嘉賓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成員何迪信校長上台為我哋頒發畢業證書，有請何校長。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成員何淑賢校長上台頒發畢業證書。接住落嚟，我哋繼續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成員張日明先生上台為我哋頒發畢業證書。以下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研究委員會成員倪子堅博士上台頒發畢業證書。接下落嚟，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嚴康卓大律師上台頒發畢業證書，有請。緊接其後，我哋即將頒發香港資優師徒計劃嘅證書。香港資優師徒計劃係為期2年嘅學習平台，為學員提供個人化嘅培育。徒弟同埋師傅2個人攜手進行佢哋嘅科研報告，定期匯報進度，仲要喺計劃之前以論文、講座等等嘅形式去匯報佢哋嘅成果。為期2年嘅師徒計劃能夠堅持到最後，靠嘅唔單止係天分，更加係持之以恆嘅毅力。
每場嘅展覽區更加有佢哋嘅成果分享，大家稍後可以前往觀賞。依家我哋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研究委員會主席莊兆勇教授上台，為學員頒發證書。喺呢個時候，我哋同時邀請香港資優師徒計劃嘅導師上台接受感謝狀。今日出席嘅有歐世康先生、劉繼章博士、雷日升先生、梁天博士以及余英傑博士。喺呢度亦都藉呢個機會感謝今日因事未能出席嘅張曉東教授、楚夏坤博士、羅家豪博士、盧景芬醫生、黃成榮教授同埋吳卓光博士。再次恭喜各位完成香港資優師徒計劃嘅學員，希望你哋學以致用，貢獻社會。衷心感謝所有支持計劃、陪伴學員成長嘅導師同埋家長。學院一向精益求精，自2022至23年度開始提供咗香港校長提名計劃，為我哋學院嘅加入渠道再增添更加多嘅學員。去到去年，我哋喺計劃入邊增添咗視覺藝術範疇。喺呢個範疇入邊，可以發掘同埋培養一啲喺視覺藝術科具天賦嘅同學。為此，我哋喺度衷心感謝各位評審喺入邊甄選過程入邊選出一班喺視覺藝術科極具天分嘅學員。而家我哋邀請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委員會委員、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部成員殷巧嬋女士上台，向評審致送感謝狀。同時有請教育局藝術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張思穎女士上台，代表接受感謝狀。今次學院邀請咗6位評審協助甄選喺視覺藝術範疇具卓業潛能嘅學員，包括刁以蓮女士、洪強教授、李樂華博士、譚偉平教授、韋正教授以及周俊教授。學院稍後將會向各位評審頒發感謝狀，以答謝佢哋對資優教育同埋人才培育嘅寶貴支持。接下嚟，我哋將會頒發領袖才能培訓課程嘅金獎證書。校長提名計劃涵蓋2大範疇，除咗視覺藝術科之外，亦都設有領袖才能範疇，目的係發掘具卓越領導才能嘅學生。獲選學員將可以參加度身訂造嘅培訓課程，接受全新而系統化嘅訓練，從中提高領袖才能，喺學校同埋社區入邊可以發揮潛能，成為未來領袖，貢獻社會。完成課程嘅學員可以分別獲得3個類別嘅證書，分別係金、銀、銅獎。而我哋今日台上嘉許嘅同學係金獎嘅學員。現在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成員劉樂欣女士上台，為我哋頒發證書。即將頒發學生大使證書，學院鼓勵學員透過參與學生大使計劃，積極投入學院活動同埋外展服務，為學院同埋社群出一分力，培養責任感同埋歸屬感。喺今日呢個咁重要嘅場合，無論係喺場外定係場內，當然都會見到我哋學生大使嘅蹤影啦。現在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成員、學校及學生服務委員會主席尹淑芬校長為我哋頒發證書。
Cyrus，你一口氣就頒咗咁多個獎，真係好精彩啊！咦，不過我哋接落嚟仲有啲咩獎要頒㗎？噔噔噔噔，就係傑出學員獎啊！呢個獎係表揚喺過去一年表現卓越嘅學員、畢業生以及校友。等我考下大家啦，知唔知道今年有幾多個人獲得呢個殊榮呢？梗係難唔到我啦！我哋今年合共有81位學員獲得傑出學員獎，連同傑出畢業生獎，仲有傑出校友獎。今日我哋呢度一齊見證佢哋嘅榮耀時刻啦！其實我都好好奇，究竟要點樣先至可以獲得呢一個獎項呢？我都好想似佢哋咁樣，有一日可以獲得呢一個榮譽啊！唔容易㗎。傑出學員獎旨在表揚每學年喺唔同比賽入邊表現卓越嘅學員，由區域性嘅賽事去到全國性嘅競技場，甚至係登上國際舞台，每一步都係呢啲學員嘅實力同埋努力嘅證明。當中更包括區域性以至國家級嘅比賽，包括中國化學奧林匹克、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以及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等等重點比賽。唔單止呢啲國家級嘅比賽，仲有啲國際性嘅賽事，例如係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物理奧林匹克、生物奧林匹克、國際青年物理學家競賽，呢啲全部都係全球頂尖嘅同學嘅競技場嚟㗎。可以話跟住落嚟嘅得獎者唔單止係優秀，更加係喺唔同領域入邊最出色嘅一群。係啊，真係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我見到喺呢一啲獎項嘅背後，就係無數次嘅練習同埋無數次嘅嘗試啊！冇錯啊！喺呢啲成就嘅背後，當然離唔開學院同埋導師們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指導。而通過參加唔同嘅比賽，我哋都可以好好應用所學，實踐知識，同時亦都可以開拓眼界，結識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由比賽入邊學習，互學互勉，成就彼此。除咗學院同埋導師之外，學校嘅支持亦都非常之重要。我哋非常之感謝學校以及老師對我哋一班資優學員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鼓勵，令到我哋可以喺學院學習。學院亦都非常之重視全人發展，令學員唔單止係喺學術上優秀，同時培養正面嘅價值觀、良好嘅態度同埋終身學習嘅能力，令我哋都識得欣賞唔同嘅觀點，尊重其他人，同社會接軌，最終成為能夠為社會帶嚟貢獻嘅人才。而呢一份掌聲又點可以少得在座各位嘅父母呢？多謝喺成長路上邊無條件支持我哋嘅父母。喺你哋嘅鼓勵之下，我哋先至可以茁壯成長。多謝你哋。喺呢度，我哋再一次俾掌聲，我哋成長路上每一位幫助我哋嘅人。好啦，而家不如繼續我哋嘅頒獎環節啦。現在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董事局成員陳清珠女士上台，為我哋開始頒發傑出學員獎。我哋有請課程發展議會資優教育委員會主席、香港資優教育學院人才培育委員會主席胡錦天教授上台，為我哋繼續頒發傑出學員獎。現在有請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資優教育林達豪博士上台，為我哋繼續頒發傑出學員獎。再有請香港資優教育委員學院董事局主席戴麟先生上台，為我哋繼續頒發傑出學員獎。而家我哋有請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SDS DBS JP。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蔡敏賢女士一同上台為我哋頒發傑出畢業生獎以及傑出校友獎。喺今年超過850位嘅畢業生之中，
當中表現最為傑出，就會獲學院頒發傑出畢業生獎。而獲得呢個獎項，學員除咗必須係今屆嘅畢業生之外，更加要喺學院嘅學習旅程中展現出極高嘅積極性，並喺各項活動取得優秀嘅成績。我哋喺呢個咁緊張嘅時刻，就有請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蔡敏儀女士為我哋宣佈結果。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傑出畢業生獎得主關玉浩同學。有請關同學上台接受獎項。關同學自2018年起加入學院以嚟，一直積極投入數學課程，展現出極優秀嘅數學天賦。佢更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屢創佳績，為港爭光。而家有請資優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建強醫生 SBS BBS JP 為我哋宣佈結果。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頒獎典禮2026傑出校友獎嘅得主係張文希博士。請張博士上台接受獎項。張文希博士係學院2015年嘅畢業生，年僅28歲已經獲得博士學位，鑽研城市氣候同公民科學。佢多年嚟積極推動本地地理空間嘅數據應用研究以及教育，現為大學嘅客席講師，作育英才。喺過去幾年，佢心繫學院，不時重返學院開辦進階課程，指導資優學員參與學術研究以及比賽，成果卓越，深受同學歡迎。再次恭喜張文希博士！請頒獎嘉賓繼續留步，同一眾傑出學員獎得主、傑出畢業生獎得主同埋傑出校友獎得主一齊影相留念。各位嘉賓、老師、學院嘅師弟師妹，大家好。我係關玉浩 Cover， 我就通過學院參加咗2023至2025年嘅 IMO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同埋2022至2025嘅 CMO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喺2025年，我攞咗呢兩個比賽嘅金牌。有咁嘅成就，我一定要多謝默默支持我嘅父母，提供訓練資源嘅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學校數學隊嘅陳朗天老師，同埋每一位訓練我嘅導師。今年攞到 Outstanding Graduate Award 同埋 Gifted Star Award，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完美嘅里程碑。我由小學4年級加入學院，到今日企喺呢個台上面。呢條路一走就走咗好多個年頭。喺而家呢個 AI 同埋科技迅速發展嘅時代咧，好多人都會計較做每一件事嘅回報率，或者去預測世界會變成點。但回想當初咧，我只係純粹因為解到一條好難嘅 Graph Theory 題目而感到單純嘅快樂。直到今日，我深深咁樣體會到一點：作為一個資優生，當我哋面對未知同埋世界嘅轉變，最重要其實係 follow your heart， 重新出發。當然，追隨熱情就唔代表唔一定會一帆風順。好似喺2024嘅 IMO， 我係因為喺一條題目俾人扣咗2分，最後就爭咗1分，就達唔到金牌線，咁就冇咗金牌，淨係攞到銀牌啦。咁我嗰陣時咧就非常失望啦。咁但係我同自己講，我差1分，即係代表我有金牌嘅水準同埋實力。咁只要下一年再加把勁，咬緊牙關，我一定就會可以攞翻金牌。咁正係呢份對數學同解題嘅執着，同埋加上我頑強嘅鬥志，我終於喺上年 IMO 2025度攞到金牌，完咗我嘅金牌夢。經歷過呢一啲高高低低，我發現真正嘅滿足感咧，除咗嚟自個人嘅成就，仲嚟自社群嘅傳承。今年我嘅身份就由一個參賽者，就慢慢變成咗一個傳承者。喺之前舉行嘅2026 IMO Prelim 嗰度，
我好榮幸可以以出題者嘅身份出題。之後我亦會正式擔任香港 IMO 代表隊嘅 trainer。由台下考試到台上出題，再到台後一同訓練參賽者，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嘅能力去帶領下一代嘅師弟師妹再創佳績。最後，我想同每一位嘅資優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分享，外面嘅世界轉變再快，唔同嘅聲音再多，都唔好忘記你當初愛上一件事物嗰種單純嘅快樂。我希望你哋可以揾到令你哋雙眼發光、沉迷熱愛嘅領域，然後無懼轉變，重新出發，發揮你哋嘅潛能。多謝大家。再次恭喜關容浩同學，請到台下就座。我哋而家亦都有請傑出校友獎得主張文希博士同我哋講得獎感言，有請。董事局嘅成員、教育局嘅代表、署理院長、同工、家長、同學、各位來賓，大家好，我係張文希，多謝大家。咁我好榮幸可以能夠獲得今屆資優教育學院2026年嘅傑出校友獎啦。咁仲好記得當時咧，咁其實我係一開始加入資優學院嘅時候咧，仲喺九龍塘嘅馮漢署教育中心開始上堂嘅。唔知大家應該冇經歷過呢一個嘅時間啦，應該大家都係沙角村嘅校舍開始上堂㗎啦。咁轉眼間咧，原來都14年前嘅事咯喎，咁樣。咁我早幾日啦，咁喺屋企開始揾下啲嘢，查下啲嘢，會唔會揾到一啲資優學院嘅一啲東西咧？咁樣，咁俾我揾到呢張嘢喎。呢一張係14年前嘅我叫學生證啦，係資優學院嘅學生證啦。咁我諗應該而家嘅同學都未見過啦，全部都轉晒 e-copy 啦，應該都唔會有一張實體嘅證㗎嘛咁樣。咁仲記得當時啦，咁其實我仲喺中學嘅時候啦，咁點解我會加入咗資優學院呢？咁因為主要個原因就係老師們咧都見到我嘅領導才能方面咧就比較優秀嘅，係啦。咁當年咧其實資優學院就唔係太多範疇啦，只有領導才能啦、數學啦、科學等等嘅一啲subject 啦。咁當然我就唔係好似啱啱同學咁勁，可以玩一啲國際嘅奧林匹克比賽啦。咁但係主要咧我都係以一個領袖才能咁就加入咗資優學院咁樣嘅。咁我除咗熱衷於一啲領袖才能嘅課程之外啦，咁其實我一直咧都對天氣啊、氣象嘅東西咧，同埋地理都有好濃厚嘅興趣嘅。咁呢一份魄力啦，咁同埋堅持都造就咗一個好神奇嘅旅程啦。咁喺中午嘅時候咧，其實我嘅開始喺中午開始。咁中午咧，咁我就做咗一個通識科嘅，即係以前嘅通識科啦，而家冇咗啦，叫做獨立專題探究啊，英文叫做 IES 啦。咁可能大家都曾經聽過。咁當時我做啲咩咧？就開始去探索一個城市熱島效應，就係睇大圍嗰啲屏風樓嘅狀態啦咁樣。咁去到我喺香港城市大學讀大學嘅期間啦，咁我都有幸去到香港天文台啦，咁啊做咗1年嘅即係全年嘅實習啦。咁幫天文台一齊咧，咁就一齊去建立香港第一個嘅微氣候網絡。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微氣候網絡呢件事啦？冇嘅話都可以睇一睇天文台嘅一啲冷知識啦，咁去了解更多嘅咁樣。咁咧之後啦，咁都做完天文台之後啦，咁就更加有機會可以喺香港大學啦，咁就開始攻讀我嘅博士旅程啦咁樣。咁專門咧就係研究一啲城市氣候學啦，同埋地理、公民科學等等嘅唔同嘅概念咁樣嘅。咁直到而家啦，咁就我就都喺唔同嘅大學度啦，咁做下啲嘅客席講師啦，咁都教導緊唔同嘅同學仔，咁樣就俾大家更加了解微氣候啊、氣候唔同嘅概念咁樣。我咁喺博士生涯入邊咧，咁其實除咗我讀書之外啦，咁我都創立咗一間嘅科創公司叫做 GeoSTEM 啦。咁希望利用一啲3D 打印嘅技術啦，咁就去教授同學仔就一齊親手去踩一啲感應器、一啲環境嘅感應器，去量度一下其實我哋個城市入邊發生緊啲咩事情咧咁樣。咁我嘗試將一啲地理科嘅概念啦，同埋 STEM 嘅概念擺埋一齊，就好似一個跨學科嘅方式咧，俾同學仔可以喺實踐之中去學習唔同嘅概念。咁同一時間都可以印證一啲環境嘅科學理論啦，咁同埋提升大家對於氣候變化嘅一啲認知同埋一啲概念等等嘅咁樣。咁近年啦，咁亦都好多謝資優教育學院啦，咁就邀請咗我翻嚟變成由學生變成一位導師啦。咁咧，我喺過去2年入邊，咁都教咗2個唔同嘅課程啦。一個就係長達26個星期嘅一個非常之長嘅課程咁樣，咁就係一個3個階段嘅環境科學嘅課程嚟嘅。咁入邊咧都同學都非常之投入啦。咁亦都有啲同學就係由第一個 phase 即係第1階段開始讀到第3階段，甚至咧有好多同學仔都完成咗一啲好有趣嘅城市探究嘅活動。咁例如啲咩咧？咁
例如咧，我哋有5個唔同嘅公民科學嘅研究項目嘅，有一個叫做西貢牛嘅地理資訊坐標分析啦。咁就係我哋裝咗一啲唔同嘅 sensor 喺啲西貢嘅牛隻上邊，去睇下啲牛嘅活動範圍啦。咁另外我哋都有一啲颱風天嘅濕熱天氣研究啦，或者係可能油尖旺區嘅一啲空氣污染研究等等咁樣。咁喺呢度啦，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啦，咁就特別多謝幾位同學嘅，咁就分別係 Angus 啦、Haley、Woody、Thomas 同埋 Michael， 應該咧5位都唔在場啊，咁但係唔緊要，但係都想大家俾少少掌聲呢5位同學先。咁點解咧？咁其實呢幾位同學咧都非常之積極參與我哋嘅課程啦，咁同埋我哋即係佢哋係第一班喺資優學院我教嘅學生啦。咁同一時間地，我都見證住佢哋嘅成長。佢喺2024年嘅時候，啱啱開始 join 我嘅26個星期嘅課程啦。咁當初大家都係好靜啦，即係唔敢講嘢啦，非常之怕醜啦咁樣。咁但係之後嗰1年啦，咁之後嗰個嘅暑假啦，咁我都再有機會翻到嚟資優學院度搞一個嘅暑期課程啦。咁我就邀請咗呢5位同學咧，就變成咗我哋嘅學生 mentor 啦。咁就佢哋嘅身份就再唔係一個學員嘅身份，而係一個好似教練嘅身份咁樣，就幫手一齊去鍛鍊或者係去教下一梯隊嘅同學，嘗試去薪火相傳呢個概念嘅。咁另外啦，呢2年間啦，咁其實我都見到好多同學就係由唔敢講嘢變成開始主動提問，或者係甚至可以做一個嘅好似一個group project 入邊嘅一個 judge 咁樣去嘗試同提出一啲問題啦，俾一啲即係在讀緊嘅同學咁樣去思考下啦，反思下唔同嘅概念等等。咁其實咧呢個嘅感覺咧，作為一個老師令到我非常之欣慰啦，見到同學仔有好嘅成長咁。咁最後啦，咁我都想用一句成日同同學仔講嘅説話嚟做一個總結啦。咁就係 Everyone have your own talent and everyone is gifted。咁我相信咧，其實在座嘅所有人，無論邊一個人都好啦，大家都有大家嘅天賦嘅，即係無論係同學仔啦，甚至家長啦，所有嘅校長們或者同工們，其實大家都有大家嘅天賦啦。每一個人都可以係一個資優生，只要大家好好發揮我哋嘅能力，勇敢咁樣去追夢向前行嘅話咧，其實天空嘅大門永遠都會引到我哋去行正確嘅方向嘅。咁作為一個天氣人咁，我一定係會咁樣講啦。咁咧我哋都會喺一個不知不覺之間啦，咁都會有好好嘅成長咁樣啦，係啦。咁最後啦，咁我最後就祝各位咁多位啦，就係可以成功追尋到大家嘅夢同埋一切順利。好，多謝大家。再次恭喜張文熙博士，請回到台下就座。而家請大家再次以熱烈嘅掌聲祝賀今日所有上台嘅學員，恭喜晒大家！今日嘅嘉許係一個肯定，同時係我哋嘅起點。相信各位資優學員可以繼續懷住呢一份熱誠，喺自己嘅領域入邊發光發亮，繼續期待大家支持同埋見證我哋未來更加精彩嘅未來。今日嘅得獎者名單已經詳列咗喺大會長刊入邊，歡迎大家細閱。